最近这4年，检警查到的毒品就超过20万公斤，其中也包含真罕见的香西地球白海洛因。这款的毒品讲是较纯，而且一届有查到19公斤，乌市挺好赔到2亿。另外，也头一届查到有人偷运这鸦片回入来，是会当炼做毒品的，甚至有人用电商平台伫咧走私毒品。 用几啊种的技术，才将定做鸟开内底藏有毒品，搁较是伫台湾罕见的香西地球白海洛因砖，伫国际合作之下，互检警伫关口查落来。一般的检测的方式根本检查不出来，它就是毒瘾，不敢去把它破坏。你破坏如果没有毒品，你就要赔出很多的一个赔偿。所以他的这个手法等于是说，如果说没有一个情资的合作，没办法去完成。 这类的海洛因来自金三角地区，搁较是互人真会食掉着的药济济。干他这摆扣落来19公斤，乌市计销就超过2亿。其实不只是淘宝，还有包括像虾皮，大陆业者没办法直接在台湾卖东西，所以他们会透过这种电商平台，利用私人的方式来把大陆的货物媒介进来台湾这样子。那这个可能就会是一个行政上的管制漏洞。 同款走私毒品，检警也查获有不少人士就淘宝集运将毒品身躯原料藏伫大批货柜，就连电商平台拢加做运毒管道之一。毒品查获量从第1期的3万余公斤跃升至第2期的20万余公斤。我们将依托以此凯他命等持续危害国人青少年之新兴毒品列为第13波的重点查缉项目。 国内受毒品侵袭，官方我4年查获毒品超过20万公斤，比顶一期的3万多公斤增加5.74倍。顶例的专案行动，更加是头一摆查到大烟火实珠，会当互提炼做第1级毒品模会。现实让我觉得，我们还有很多部分需要精进。这种不法的种子，我们已经管制了很多，更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缺失漏洞。 无论制毒、运毒、贩毒，国内毒品乱象犹原无杜绝，甚至手法愈变愈多样。行政院长英台坦白讲，政府伫贩毒顶面犹原有精进的空间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